这件嘛是发生伫新北市，这个偷车贼真大胆，警察要甲抓，以军量抵抗，搁甲警察喷迄个辣椒水，警察是忍痛当场甲制服逮捕。监视器画面翕到几名便利的刑警，一看到嫌犯马上挖去，想要到嫌犯完全无要配合，伊个一直咧军量，过路人嘛咧围观，最后嫌犯甚至摕嫌者水。 向警员的面喷去，警员忍痛，总算将人制服起来。对督察的手来接过奖励，伊就是当天压制嫌犯的警员。事发伫18暗时将近8点，这位38岁姓曾的嫌犯，正正因为偷牵机车被警方锁定。警员到这邦桥基公路驱提的时阵，还阁被嫌犯摕嫌者水攻击，好佳在只有目睭小可红肿，送病了后不要紧。 有看到2台救护车在后面。一位热心的民众啊，在听到警察办案的时候，合力帮他制服逮捕。为什么要攻击警察啊？头次次拢无讲话，曾姓嫌犯被警员扣手铐，偷牵车被抓，还阁攻击警员，以伤害、妨害公务、甲窃盗罪移送法办。